Jauh-jauh tu sa ka zaman-zaman na makaitin na sulibat. Sa katutso ka zaman-zaman aurita supuin kainu atsama sa imazay to irimia solatan. Imazay to tiro puru katu tiro kayan, imazay to itakaran patudu sa puru katu makaran. 以利米书33章1节到26节，重生复国的应许。我还在王宫监狱的时候，上主又对我说：“那位使大地成形、固定大地位置的创造主对我说话，他的名是耶和华。他说：你呼求我，我就回答。我要把你所不知道那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说：耶路撒冷城里的房屋和犹大的宫殿都将被围攻、被拆毁。有些人到城外对抗巴比伦人，巴比伦人要把我在盛怒下杀戮的人的尸体填满这城。由于城里的人所做的坏事，我已经丢去这城，但是我要医治这城的居民，使他们复原。我要让他们充分享受和平安全。我要让犹大和以色列人回归故土，重整家园。我要洗净他们冒犯我的一切罪过，赦免他们背叛的一切罪行。耶路撒冷要使我快乐，受尊重，享荣耀。当世界各国听到我赐福给耶路撒冷人民，使这城重新繁荣时，都会惊惶站立。上主这样说：人人都说这块土地要成为荒野，没有人也没有动物。不错，犹大各城和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都荒凉了，没有声音，也没有居住。但是你们要在这些地方再次听见欢笑和婚宴喜庆的声音，你们也要听见人在圣殿里献感恩祭的歌声。他们要唱，要感谢上主万军的统帅，因为他至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要让你们回归故土，重整家园。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这块荒废没有人或动物居住的土地将重新出现牧场，牧人在那里放羊。在山区的乡镇、山路的村庄、犹大南部各地区、便雅悯境内各地区、耶路撒冷周围各村庄和犹大各城，牧人将再次数点他们的羊。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说：时候将到，我要实现我对以色列和犹大人民的诺言。那时，我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子子，他要在这片土地上以公平正义治国。在他统治下，犹大人民将安居乐业，耶路撒冷人享受太平。这城将被称为上主我们的正义。我上主这样应许：大卫的后代将永远统治以色列国。利未之主将永久做祭司，献烧化祭、素祭和生祭来侍奉我。上主对我说：我以白昼黑夜立了约，使他们始终按时应许，这约绝不能废弃。同样，我与我的仆人大卫立了约，使他的王朝永远存续。我也与利未族立了约，使他们永远做祭司侍奉我。这些约也绝不能废弃。我要使我仆人大卫的后代和利未族的祭司人数增多，像天上的星星、海滩的沙粒，无法数算。上主对我说：你知道吗？人人都在说我遗弃了我自己拣选的两个国家，以色列和犹大。他们轻视我的子民，不把他们当作国家。然而我上主以白昼黑夜立了约，我制定自然律支配天地。我与自然界立了约，不能废弃。我也同样要信守我与雅各后代的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
我要从大卫后代中选立一位君王来统治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子孙。我要以仁慈待他们，让他们回归故土，重整家园。Sinaya tusa kajaman-jaman akai no cemas. Sa aicha sina apolo kai imazai tua tiro karam. 你呼求我，我就回答。我要把你所不知道那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耶利米书33章3节。tusa kajaman-jaman asini pupatarvan 伟大的奥秘。那把苏马利亚拉阿高达拉瓦查西尼的拉奥，当人面临患难时，总是想尽办法克服，但是人是脆弱的，很难靠一己之力翻转。首先，我们信靠的上主是慈爱的主，当我们深陷困境而求告他时，他必帮助我们，用他的话语安慰我们。犹大王西底家统治耶路撒冷共11年，他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引起上主的怒气。在他做王第9年的10月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领军队围攻耶路撒冷。犹大人民被围城的日子，城里饥荒严重，人民没有粮食，生活凄惨。最后曾被攻破，西底家王的眼睛被挖，甚至被掳到巴比伦。耶利米虽然在狱中，仍不断祷告。他在危难中呼求上主，上主对他说：你呼求我，我就回答。我要把你所不知道那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耶利米书33章3节。在教会牧养这么多年，我常思考什么是福音。弟兄姐妹来教会渴望什么呢？我要传递什么样的生命信息呢？现代人不愁吃穿，如何感受动荡中的不安心情呢？对台湾教会而言，什么是伟大有奥秘的事呢？今天的经文让我想到乌俄战争下的无辜人民，也想到以哈战争带来的伤害。那些苦难中的人几时才能重建家园呢？先知耶利米在狱中看到希望，就是上主对生命的重新建造，给苦难的生命带来拯救的盼望。我想这正是今天经文的主要内容。身在狱中的耶利米不断呼求上主，上主也让他说出盼望的话语。经文中，耶利米多次提到上主这样说，他要让他的子民回归故土，重整家园，他要赦免他们，耶路撒冷要重新繁荣。对面临灭族危机的人而言，重新建造生命是一件多么大的奥秘啊！我们可以说，本章是希望的信息，因为上主要再一次成为以色列人的主。上主说，他要让耶利米明白一个伟大的奥秘。这奥秘是什么呢？我在读圣经时体悟到，从旧约到新约有一条奥秘的路径，贯穿在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文学、先知书、福音书和启示文学中，就是从上主的拣选呼召、应许拯救，直到一切应验。这伟大的奥秘紧紧扣住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不知自己犯罪，远离上主的心意，令他极其忧伤。上主甚至透过先知以西结呼吁他们回转离开恶道吧，何必死亡呢？这让我们打开眼睛，看见上主是怜悯人的主。而今，上主也要透过你我传递他伟大的奥秘，使困苦中的人得着安慰与鼓励。Sinaya tu soka jaman-jaman asini pada dekat danutin伟大的奥秘。Satu su asini pakai nemen danutin， 当我绝望时，有向上主祈祷吗？要持续等候，直到他回应。Sinaya tu soka jaman-jaman aruja gigaluina kinemnem latinana kemalu kinemnem ayakana pasamarau ka inuli。上主啊，帮助我认识你是满有慈爱与怜悯的主，使我在生活中实践你的话语。愿你透过我的代祷与关心，
让人看见你伟大的奥秘。奉主的名祈祷，阿们。Mali-mali tu soka jaman-jaman nama kaitina misra selang sumupu kilarai tuamana sini pada jeka tenua tiaga kama cemas lacinana kipararai lacinana kipasusu tuamana sini pada jeka tenua tiaga kama cemas kemelantin tu izua cakama cemas sauri makaya pas elin tanutim lacinana cakamelang tuamana aro kilivakan aro sarselana ta kama cemas aro namakaya tinana pasusu akiparain tuamana sini padaje katenua ta kama cemas masizwa tuamana ta kiparain tua ta kama cemas aki aung aki elin tua ta kama cemas cara pasusuin sakamaya ata kama cemas warung aki neman no nama tazotina na pasusu akamasaron tua ta kama cemas auri nama kaitina apasung tuamana paksmadia rava sa sinda zao no ta kama cemas saka madi tutsu mana sini pada jeka tentin tutsu ka jaman伟大的奥秘sinaya latinana kemelang saka madi para mekenu ido ni kana madungwa aku sini supu lamunana aku sini puan para mekenu ikana madungwa lamunana pajeka tanga ayekana Pasamarao imaza saka madi latinana suliva tutsu aja kini adavan taja ping an